Hello，我係 Alvin 啊，你嘅置業拍檔。有啲觀眾 DM 我問我有冇啲平層嘅特色單位可以拍到俾大家睇。今日我帶大家嚟睇綺聯項目，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於2013年入伙，由25座分層住宅及48座別墅組成，合共780個單位，戶型涵蓋2房至4房，標準分層戶，層高高達10尺4寸，並提供連花園或天台特色戶。教育方面，開車唔使10分鐘就有2間國際學校，安基斯及約克。屋苑同時配備一個小型商場，設有超市、便利店。交通方面，2個燈位直達大欖隧道，前往市區及機場。加上屋苑正門設有小巴線往來元朗或錦上路港鐵站，滿足日常生活所需。今日會同大家睇一個1233尺4房雙鋪加自己私人花園嘅單位。一推開呢道門，有一個自己嘅私人空間，唔會計落呢個實用面積嘅。入到屋裏面呢一度可以擺一個收納大型嘅鞋櫃，再睇埋一個橫倒嘅客廳。呢個單位嘅佈局，左手邊就係一啲寢區，右手邊係廚房，而呢一個位置咧就係主人套房嘅設計。呢個廚房空間非常之大，全部都係用啲名牌子嘅電器同埋爐具，包括 Miele 嘅微波爐、Miele 嘅蒸爐、Miele 嘅紅酒櫃，而且呢度亦都有一個 Miele 嘅大焗爐，焗隻乳豬都得啊。Miele 嘅3件頭爐具，中間一個燒烤爐，燒牛扒、煎雞蛋都絕對冇問題。我哋再行埋呢個廚房，會有一個自己嘅私人後花園。發展商已經將水電全部接晒落後花園度，而且呢個後花園業主擺咗一個儲物櫃喺度，你擺單車啊，擺啲雜物咧，絕對冇問題。咁我哋嚟緊再入翻間屋再睇啦。呢間主人房空間非常之十足，一個6星級酒店設計嘅浴室。嚟緊我哋會睇埋個寢區。一入到走廊，呢個係客廁啦，唯一一個唔好處咧，呢度係個客廁，即係廁所冇窗。咁呢2間客房、小朋友房咧，方方正正，面積都係相約㗎啦。再睇埋呢一間套房，呢間套房就可以俾你屋企嘅家中嘅長輩去用嘅。最後同大家睇埋呢間屋嘅私人花園，呢一個花園俾你哋週末 party、BBQ、家庭聚會，空間絕對夠。唔好以為呢一間屋淨係得呢一個前花園。攝影師跟我過嚟睇一睇，今日喺香港地買一個車位都依然好難㗎啦。但係今日我哋前庭仲有一個可以泊到2部車嘅私人大花園，而且呢一個花園個設計好在乜嘢？唔同好多其他嘅屋苑，全部都係一個平面設計。今日呢個係一個 split level 嘅設計，唔會影響到你間屋裏面嘅景觀。split level 即係一個跳層嘅設計，望出嚟私隱度極之高。大家覺得呢個單位又值唔值得你入手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俾我。如果想知多啲呢個單位嘅資訊或者其他嘅樓盤資訊，歡迎 follow 嘅 IG、Facebook、YouTube channel， 或者直接打俾我 WhatsApp 我、微信我都得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